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古早人讲3月小妈祖，因为旧历3月23是妈祖生，这段时间娘妈祖的顶头活动实在是有够多。当年这个时间，还佫有一年一届宗教界大代志，就是白沙屯妈祖落南到北港朝天宫进香。今年超过11万人次，人数破纪录。今年妈祖銮桥互信徒形容是粉蓝色跑车，因为銮桥桥顶就是粉蓝色，速度真是刷，无固定的路线，亲像是超级跑车同款。另外，进香的过程嘛有侪香灯卡跪咧排队免软桥卡，有报马啊、甲缀桥金。唠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《唠台语讲新闻》，我是黄秀文。最近台湾的中部甲南部真闹热，因为白沙屯的妈祖的绕境的活动已经开始啊。白沙屯的妈祖伫2月12号的时阵已经起驾出发，开始9天的绕境的活动。而且呢，这绕境的活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啊。尤其咧，今年是上侪人的一届，今年有超过11万人来报名参加。白沙屯的妈祖的神轿，佮叫做粉红色的跑车，为什么有这个称号呢？因为白沙屯妈祖的桥顶有盖一块粉红色的布，而且呢，伊定定行真紧，所以呢，伊有一个称号叫做粉红色的跑车。而且呢，白沙屯妈祖伊的金饰嘛足特别的，伊全部拢是用一节一节的叉刻出来的，所以伊全身的关节拢会使活动。白沙屯妈祖甲大甲妈无共款，大甲妈呢是用分身的妈祖来负责出巡，甲白沙屯妈祖是大妈家己出巡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大妈进香，二妈游庄，三妈食便”。意思就是白沙屯的妈祖大妈是负责出巡来绕境，二妈呢，伫大妈回宫的过一天，伊会带庙司的神轿来行遍几个钟头，三妈就伫庙内面来接受民众来拜拜，唔免出巡。白沙屯妈祖真特别，伊无顶头，嘛无电子的火车来表演，而且呢，伊全部自头到尾拢是用行的。为庙里的宫天宫来出发，会经过台中、彰化、甲云林，甲云林的北港的朝天宫，安尼落南佮上北。差不多400公里，而且呢，伊的路线是无固定的，爱看妈祖的指示。虽然呢，这路途遮尔啊远，啊，毋过游玩有真侪香灯卡来参加。香灯卡就是妈祖信徒的称号。为什么有这个名？有一个讲法，就是以早若是要进香的时阵，暗时伤暗嘛，所以伊会提灯来照路。搁一个讲法，就是以早若是大家要进香，的家庭的环境爱袂歹，这家庭咧就会派男丁出来负责进香。大家若是有参过去进香咧，应该拢有发现讲，沿途拢会有信徒来分物件互大家食。啊，毋过即马为了环保，上好是建议各位的信徒摕家己的碗伫内底，所以来爱提醒大家上好是穿较轻松的、较简单的衫，上重要的就是爱防晒。虽然白沙屯的妈祖是用行的，啊，毋过嘛是有信徒咧，伊是会开车，所以你若是感觉行啊伤忝嘛，会使坐车来休困一下。即马这个时间呢，就是专台招小妈祖，大家去参加绕境的活动，就是希望会使得到妈祖的保庇。所以咧，有人会软桥卡，软桥卡就是大家会拍的，还是规个伫路中央。这时阵神轿就伫为身躯顶讲过去，希望会使得到生命的保庇。佫有一个足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叫做缀桥金。缀桥金就是妈祖若是要休困的时阵，伊伫咧放伫咧椅条顶悬，椅条甲神轿的中央会放一塔金钻。这金钻咧，就是表示对妈祖的神圣甲尊重，希望咧会使保平安。这缀桥金计会使提起伤惊。最后一天就是大妈要回宫迄一天，报马仔就会出现啦。报马仔来敲锣，甲所有的信徒讲，妈祖要回宫啊。这时阵有足侪信徒来想要提供迄报马仔内面红线，希望咧会使保平安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即马来个时间，高兴哦，移动主播。